做这个抽水站是要到沿海的抽水站，抽沿海的水，还有那个东桥过来那边，现在正南山路那边做的那个盘箱是从东桥然后流到这边来，所以现在我们沿海今年还是那几条街还是淹水，所以看做这个抽水站会不会改善。做这个抽水站呢，最大的就是我们沿海里的排水问题啦。这里的是比较低洼地区，所以我们要设置抽水站来抽水。之前已经有永康抽水站，还有永康东抽水站，这样子的抽水能力呢，对低洼地区是有不足了，所以市长就跟国土署来争取经费，争取了3.94亿元来办理这个沿队抽水站。那这样子呢，就可以有效的改善整个沿航地区还有那个正南山路下来一个低洼地区的一个积淹水。市长在跟区局长的合作之下，持续的跟中央来争取经费上的补助，后续还有相当多的治水预算会拨给台南市政府来完善整个台南市政府的一个治水。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3、2、1，请启动！台南市永康区延州抽水站竣工启用。这个延州抽水站，事实上，是每秒钟可以抽26.5 CMS， 也就是每秒钟抽26.5吨，非常大的一个抽水量。那应该可以保护面积有达到76公顷。这么大的面积，我相信对于永康地区民众的生命安全、财产安全会有最大的一个安全的保障。但是人为的力量毕竟有限，大自然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希望面对极端气候，我们尽量做可以让那个沟渠不要阻塞的，这些是民众可以做的就能够拜托我们民众来配合。抽水机量能再大，但是如果抽水管线不通，或是沟渠阻塞的话，那也是不行的。所以我们还会全力的把该清的沟渠、该做的这个水利设施能够把它做好，希望能够让台南市不要再受到水患的这个侵袭。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1月15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现主时，马仔嘛变成流浪狗攻击的目标。议员蔡淑慧、蔡玉辉甲李中琴，伫议会总质询联合自由发言的时阵，用相片甲影片指出，有一只流浪狗侵入黄金海岸附近的马场来攻击马仔，造成2死3伤，希望市府提出办法来处理。市府回应，诱捕流浪狗以后，将袂搁再放回去。议员蔡淑慧表示，台南市流浪动物大约有1万到12000只，扣掉收容的3000只，外面的人还阁有8到1000只。上午伫议会自由发言时，透过一系列的相片甲影片，一群人侵入去黄金海岸附近的马场来攻击马仔，唔定宠物马被夹死。甚至连比赛的骏马卡嘛被夹伤，因此要求市府要尽速处理。这些迷你马，甚至所谓的700-800万的比赛马，拢逃不过这些流浪狗甲因啃咬，甚至有会被迄夹死、受伤。那我请教一下，这些流浪狗我们要怎么办？你刚才今晚在讲啥？你吃马吧呢？家己做报告。阮昨随阮动保署马上随去会勘了的时候，因为这围里的边行有缺口沙丁，所以伫围里的边已经有设置一寡诱捕笼以外，因为这范围足大，所以阮的动保人员嘛，炸咱的麻醉枪底下随时待命底下来捕捉了。那么多的爱心妈妈，所谓的那个动保团体，你们可以给他们一些教育呀。这种有攻击性的狗不应该这样子放任在外面乱跑吧？今天这个马场的马被追杀，
然后他们狗愈食愈有趣味，逐工拢伫遐等，逐工拢伫遐找机会，有机会就要装入去食马吧。我觉得这种攻击性的狗太恐怖了。我跟议员报告，这个马命是命，人命也是命啊。所以说，面对这种对于不管是自己宠物，或是比赛马，或是人，造成伤害的狗，我们就不回致了。就伫个议会质询过后，议员蔡淑慧、蔡玉辉甲李中琴随后嘛前往马场来了解。马场的业者表示，人的攻击马啊，拢是规群的，最近已经连续发生几啊件，甚至教歹马厩的假帮进入去攻击，到目前已经造成2死3伤的状况。这不仅是咬死动物是我们很心痛的，跟一般民众如果有了解那只很可爱的宠物马，也很心痛以外，另外一个更心痛的一点是，这个马虽然说小小一只，但是这个马都价值不菲，30万到60万不等，甚至还买不太到所以一次咬死2只，那我们是觉得真的是第一个真的是我们钱60万就这样不见了那再来我们是真的很痛心这些马失去了。业者表示，亲像这只外号牛奶糖的宠物马，其实还阁比迷你马受欢迎。但因为腹肚被夹伤，目前还阁用绷带加纱布来包掉的。经过议员的质询，动保处嘛马上来劝诱捕笼，甚至要用麻醉枪来掠。业者表示，附近有真侪爱爸爱妈拢会来饲，爱爸爱妈爱动物，业者嘛真爱动物，但会攻击就唔对。上午伫个马场内面，还阁有看到2、3只流浪狗四界咧吮食。市府表示，诱捕以后，将袂阁再来放回原来的所在。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针对台南市教育产业工会干部被指控是薪水贼仔，请公假处理工会会务一事，日前得到台南市产业总工会消听，前往议会澄清说明。当时拜会议会各党团，认为依照工会法会当请公假。但是议员蔡玉辉却以监察院纠正，认为到司法修法进前，产业工会未当请会务假，希望检调介入调查。台南市教育产业工会因为被议员指控，一礼拜上2节课，但欠领8万块的薪水是特权，无合理。对此，台南市产业总工会嘛站出来小挺教育产业工会。14号上午特别前往台南市议会发表澄清。认为工会依照工会法，依法会用来请会务假，而且会务假代课老师，工会嘛有编列经费，反驳薪水小偷的讲法。拿教师法成立的教师会跟工会法成立的教育产业工会两者混为一谈，一直认为说我们没有合法的会务假。我要跟所有的媒体、跟所有的社会大众澄清，我们现在请的工会法的会务假是用工会法来成立来请的会务假。然后再来，很多人都说我们在领市政府的预算，用预算来逼我们代课费。我要跟大家报告，我们是老师，也是广义的劳工，所以我们领的薪水本来就是市预算要编列的，不是吗？是。不然要领谁的钱？再来，因为我们是会务干部，我们依照工会法成立的工会，我们出的代课费，我要跟所有的媒体、跟社会大众澄清，从民国100年成立之后，我们的会务假的会费收来之后，我们就是支我们这些所有干部的代课费。为什么要支代课费？因为我们常常要来协助会员参加教育局的各式各样的会议，所以我们不是减课。我要再次强调，我们不是减课，我们是找人固定代课。针对教育工会反驳，议员蔡玉辉嘛以监察院的纠正，认为教育部违反法律保留的原则，应该来减轻授课的会务假。教育产业工会讲我误解这个因的法令其实是咱监察院纠正教师会不对，伊咧纠正教师会教师请假还没立法院修法以前，应该要根据教师法来请假。因教师兼工会干部，因是产业工会，不是企业工会。产业工会依工会法实行细则26条规定，产业工会袂当请会务假袂当请伊来讲，理事长办内或前日处理会务，理监事1个月可以50个小时的会务假。所以公安误解，其实监察院的纠正函里面有讲，他要固定每个月每个星期减课多少，没有跟学生
家长、学生、学校、老师讨论自行做这种决定，是不合乎法律的规范。虽然双方的讲法各有意见，认为中央甲地方意见无同，最后台南市产业总工会甲着教育工会嘛一一来拜会议会各党团，希望会用个推动签订教师的团体协约，和教师的现场劳动关系会用个有正向的发展。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2024大台南国际旅展15号盛大开幕。除了各种大数参观特征行程大优惠以外，这届还有来自日本各城市超过30个单位，而且台南市政府嘛甲 iBus 合作，提出为台南到高雄机场的111路机场巴士正式上线，一转只要300块，让南部出国民众的接送更加便利。2024大台南国际旅展15日上午伫大台南会展中心热烈登场，现场国内外旅游行程、饭店、大数参观单位等等，每一搭拢人气呛呛滚。快乐旅游正式起航，祝福我们2024今年的大台南国际旅展顺利成功。台南市呢，在这几年推动的成果非常的良好，包括我们的民宿的这个间数我们的住宿旅馆的间数已经来到了870间的这个核定。那另外呢，我们在112年，光单就只有观光旅宿所创造的观光的这个产值已经来到了128亿。今年大台南国际旅展总共有近100个单位，除了有国内外行程以及外岛旅游拢正热门以外，这次旅展嘛有真侪来自日本友好城市，包含群马县、金泽市、山形市、仙台、熊本等，拢有来参展，提供相关的旅游资讯以及推广当地观光旅游。咱讲咱的咱的日本好朋友会来遮济，咱就是今仔日咱的大医师，今年现任的咱的大总统，伫台南市长做市长的时阵来推广，咱的驸马关水上顶，遮的日本的好友会来交流，是造成咱12天差不多12天来大家日本对咱台南市的认识、甲认知，咱的文化深深会伫个心目中慢慢来发展。为了方便南部出国民众往返机场接送交通，市府也甲 iBus 合作，推出台南到高雄机场的111路机场巴士，单车只要300块的价小，便宜阁便利。台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推出我们的台南小港机场巴士，那从小港机场就可以直接搭乘这个巴士抵达台南的市区。海内外的一个旅客的部分，就是如果说有出入境的需求，那不管是从台湾出发、台南出发，或者是小港就是返台的这个部分，其实都非常欢迎就是旅客来做这样的一个搭乘。那在价格的部分，因为它单程是300元的一个票价，那其实相对于如果说现在旅客他们自己去包车或者是自己上网预约，其实它都是相对比较优惠，然后包含在行李空间的部分，其实是比较不用担心的，因为我们都是大车的部分、游览车的部分，所以其实都有考量到就是大家在行李需求的一个运送的这个部分。大台南国际旅展自15日开始，1连4天，业者甲厂商纷纷祭出优惠好康庆买去。近期有规划想要出国旅游的民众，不妨会当把握这一档一撮机会。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仁德区农会15号举办第4场小农市集。同时，佮结合幸福农村计划，推广教育成果展。除了有家政班、高年班的手工作品，也佮有29支爱心竹竿仔当后头，将近37万的银角仔用来关注家扶中心。提起刀仔破开地窗仔，台南市仁德区农会员工同家政班的婆婆妈妈发挥爱心，甲银角仔一点一点累积，捐予北家扶中心。总干事顶人嘛他价捐出1万块红包137包，金额加起来有377926块。咱要捐予咱这个北家扶中心互这个囡仔。以后要好顾主要互因会当赞助因的学费安尼尤其今仔日阮仁德农会也有
办着咱家政班事件甲青龙甲迄个遮迄个义卖要来互咱所义卖拢要互咱遮迄个北教育中心遮囡仔学会。我们今天的义卖有青龙的多肉植物的义卖，还有我们那个新住民的他们的料理。仁德农会家政班、高年班事件会利用自身专长，摆达义卖做公益。这19档以来的爱心捐款已经高达304万，相当无简单。另外，伫即天嘛结合幸福农村教育新课程，呈现高龄者生活改善的成就，以及提供在地自产优质农产品的小农奇迹。今天卖得很好，因为这个他们都有吃到好吃这个高丽菜，很尖头，很高山，真嫩，真甜，真香。连续3档办理市集，用地产地销的模式，帮助青农以及在地小农掌握家己的通路，让消费者买到新鲜的蔬果，带动仁德农村生机甲活力。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中央新闻在基隆，中嘉新闻在台北，中嘉新闻在新北，中嘉新闻在桃园，中嘉新闻在台南，中嘉新闻在高雄，忠实呈现最佳新闻。每周六下午1点，请锁定高雄都会台中嘉新闻周报，带给您最在地的观点，最有人情味的报道。台湾好新闻就在中嘉新闻周报。警政署伫网络建立打诈仪表板，及时分析诈骗的手法甲诈骗的案例。台南市警察局公布今年1月到10月打击诈骗成效，主动的金额将近10亿，而且车抢领钱嘛降到6度上少。另外，因为诈骗当中上介济就是假投资，所以警方也特别邀请被害人亲身出面来讲。口罩墨镜戴紧紧，这名被害人的心虽然非常沉痛，但还是站出来呼吁大家不要相信网络上的投资广告，因为前后汇款5次，被诈骗金额高达170万。投资10万块去想说投资看看，然后就是用那个美金去换，因为要币商嘛，换成他们说是国际金融的那个账户才能去购买黄金。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公布10月份诈骗发生状况，受理总件数1492件，财损9亿2150万，较上个月减少1亿319万。假投资、解除分期付款，还有是假网拍、假交友，还有是假中奖，这总共这5项呢，占总数的大概是有61.7%。那有关于财损的一个前5名，那依序呢是属于假投资、那假冒机构以及公务人员。从数据来看，显见假投资害人不浅。警方呼吁全民不要轻易相信稳赚不赔。今年8月份，警政署建制打诈仪表板，每日更新诈骗相关数据，让市民朋友增加防诈意识。那我们台南市呢的所有的市民呢，也可以到这个打诈仪表板里面去，能够来查询我们台南市以及全国呢各县市有关于民众呢受诈骗，以及我们各单位呢每日呢每月的诈骗的一个情形哦。另外，台南市警局运用刑事警察大队以及各分局量能，同时结合金融机构和超商，今年总共拦阻下2343件诈骗案，金额9亿5792万，名列全国第一，更破获121起诈骗集团，车手防治查缉成效也是6都第一。记者郑怀潭的报道。高雄高山区有一间火锅店，主打热咖喱火锅，店家伫泰式风味的汤头内面加入椰子泥，佮搭配各种精心挑选的食材，唔免温料就真好食，而且用餐环境优美，受到人客好评。
满满的海鲜和蔬菜拼盘端上桌，光用看的就让人忍不住食指大动。在气氛优美的环境吃火锅是生活当中的一大享受。鼓山区这家火锅店除了有舒服的用餐环境，店家的另一大特色就是绿咖喱锅，泰式风味的汤头浓郁，免沾酱就够味。这家的汤头非常的浓郁好吃，而且很少吃过这种奶香咖喱，再加上它的蔬菜非常的清甜，很清爽，因为只要烫过一点，烫一下子就可以知道它的脆度跟那个清脆的感觉，对，非常好吃。这边的口味不错，很好吃。青菜也很新鲜，很甜，老板娘很亲切，汤头很浓郁，然后辣度也可以调整，就是调整成想要的口味。这个锅底呢，它是用南洋风味的一些辛香料，然后下去熬的，再加了泰式的椰奶下去，所以味道是蛮浓醇，然后蛮滑顺的。这样建议说客户他可以去吃到食物的原味这样子。对啊，如果一般有比较喜欢蘸酱的，我们会先让他试看说，你可以试试看它的汤头啊，还有煮出来的味道啊，然后先吃看原味的感觉是怎么样。我们大概花了1-2个月在测试这个东西。蔬菜及海鲜煮到绿咖喱锅，看起来非常美味，让人不禁想赶快品尝。汤底是店家亲自调配的，透过蔬菜及海鲜熬煮，喝起来更加鲜甜。另外，所有食材都是店家精心挑选，尽可能让顾客吃到原形食物。店家用心的经营，希望能让消费者吃得开心，也吃得健康。那主要是说，我们的理念是说，想让大家吃出健康，吃出美味，对，所以我们就是比较采用原型食物这一块啊，尽量是少吃到加工类的食品这样子。现代人讲求健康，又想大口品尝美食，因此店家用心调配汤头，更严选所有食材，希望能让消费者吃到健康又美味的火锅。记者周福庆、陈英君高雄报道。因为大海情势紧张，所以海巡嘛更加重要。行政院副院长陈丽君特别出席第3只1000吨顺风舰连江舰交船以及第4只花莲舰号名典礼。其中，连江舰的配备有定海火箭弹、20支炮台、遥控炮艇，也有高压水炮等等武器系统，将这拢配合海域执行顺手的任务。我由衷祝福你，巡航四海，一帆风顺。现在，我正式命你的名为花莲舰。命名后，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以斧头砍断细绳，顺利完成花莲舰植平仪式。这里是台船基隆造船厂，正在进行1000吨级巡防舰连江舰交船暨花莲舰命名联合典礼。郑丽君表示，台湾四面环海，海洋是守护国家安全的关键防线。希望这2艘巡防舰的加入，能协助海巡弟兄完成3安4海、守护海疆的任务。其中，连江舰将配置在澎湖海域巡守我国重要渔场，花莲舰则会在东部海域维护东台湾安全。它拥有优异的武器系统、极佳的续航力跟耐海性啊，在冬季这个东北季风来袭的时候，依然可以出勤。我想会大幅的提升我们海巡的这个执法的这个能量啊。那尤其我们第3艘连江舰交船之后我们会配置在第8海巡队来这个担负我们海域的执法维护我们的这个渔业那以及海上的救难，还有监控共建等等各项重要的任务那另外1艘即将命名下水第4艘我们的巡防舰先透露一下会配置在我们东部地区来守护我们这个东台湾。台船董事长黄正宏表示，这是海巡署新一代舰艇发展计划，共计6艘，连江舰与花莲舰分属第3艘及第4艘。黄正宏也说明这2艘全新舰艇的各项科技配备，包括由台船智慧船舶小组自主研发整合的轮控系统、AMS 警报监视管理系统等，可以全面强化海巡海上救难与嚇阻能力。它具备有夜间的海上的搜救能力，
尤其是在海上风向浪5级的时候呢，可以持续的有效提供直升机的起降。此外呢，又配备有新式的卫星宽频网络系统，所以呢，它能够提供各个舰跟陆上基地它的随时的资料的交换。此外呢，在武器系统方面呢，我们搭配中科院所开发的镇海武器系统。那这个系统呢，它的射程有10公里，可以装载42枚2.75寸的这个火箭弹，负责水面近战防御任务。对于这个近距离的这个目标呢，有威吓跟攻击的能力。此外呢，我们又具备有遥控跟集火式的模式射击，搭配热显像系统以及选用的夜间照明弹，可以强化我们海上的吓阻及夜间的搜救能力。全天候呢，担负起我们船舰警戒任务，可以降低人员他的这个临战风险，节省人力操作。海洋委员会主委管碧玲表示，2年前交船的2艘1000吨级海巡舰台中舰与彰化舰，目前在海上对应共建表现良好，印证台船优秀的船舶制造能力。海委会与海巡署将持续落实国建国造政策，未来7年打造11艘大型舰艇，协助后值海巡能量。如赖总统他日前到我们的海巡舰队分署续眠所示，在未来包括今天在内这2艘，未来7年的11艘大型舰艇，我们都将如实如职如期的完成，来打造海巡成为一个更坚强的部队，让大家有更好的装备，更安全的来面对各种形态的威胁，更有信心的来守护国土与海疆。郑丽君也强调，国建国造政策带动造船产业链的发展，预计将创造8000个就业机会及1000亿以上的产值，有效提升国内造船产业在国际的竞争力。那么以10年为期，打造141艘，总吨数达到33200吨的我们的新式的海巡的舰艇。我想这个计划也带动了我们造船产业的发展。我想各位伙伴事业应该都有这样的感受那来打造我们的整个造船的产业链，从船舶的设计到材料到装备到军工那么甚至到我们的检验跟维保能够创造预计有8000个就业的机会来创造1000亿以上我们的这个产值。海委会主委管碧玲也在现场分享一个好消息。今年政府比照军人、警察与消防，将11月8号订定为海巡节，填补保家卫国4大支柱的最后一块拼图。记者张启腾基隆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11月15号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中嘉新闻在基隆，中嘉新闻在台北，中嘉新闻在新北，中嘉新闻在桃园，中嘉新闻在台南，中嘉新闻在高雄，忠实呈现最佳新闻。每周六下午1点，请锁定高雄都会台中嘉新闻周报，带给您最在地的观点，最有人情味的报道。台湾好新闻就在中嘉新闻周报。又有人上当了，有钱要进来了。只要你敢领，警察一定抓到你。抓到也不会那么严重啊。打诈新司法上路，严惩诈欺犯，骗越多关越久，最多关12年，最重罚3亿元，提高假释门槛，犯3次不得假释。要让诈骗集团想骗的不敢骗，已经骗的会被抓，骗到的没得花。守护诈骗被害人，提供被害人多元协助，有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打诈新司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
哇，谢生和的投资群组，传授心法，保证获利耶！下载